好居晒 P 其實勇者為王潘頓都係做翻佢第一場所跑嘅嘢翻出嚟贏馬啫。係咁上一場其實後備補上啦，咁原本跑後個禮拜咁補出咗又冇潘頓揾阿莫亞幫手，點知佢唔係話好熟隻馬啦，咁pacing 唔夠快，隻馬大步咧，咁一慢咗變咗 sprint up 佢就有啲困難啦，同埋上一次踏地有啲偏差大啦，咁可以抹咗佢咁都跑翻水準啲咩？跑完上一場莫馬之後，跑完上一場之後，其實係咪阿潘頓都主動揾你索騎翻呢匹馬咧？係啊，呢個係。咁嚟緊今日個姿態就即係都彈得成個馬群嚟贏得咁輕鬆啦。你又點樣評估佢喺三班嘅即係能力係點樣？其實佢都係好 lightly racing 馬啦，第三鋪咁希望佢三班孭翻個輕磅佢，因為佢隻馬大步咯，我諗佢都幾 competitive 嘅三班，咁希望佢一路可以再上去。喺香港跑過3次啦，跑埋啲計埋呢場3次啦，其實有2次就放頭，1次就跟喺即係前領馬嘅外側跑。其實佢暫時係咪都係呢類馬都係比較適合係自己即係自己有空間跑比較好啲？我諗因為隻馬大步啦，想利用多佢個 rhythm 啦，好就佢就唔搶口啦。咁我諗第日都會利用呢個跑法去跑啦。咁始終我哋出賽第3次，有2次做得啱，1次做得唔啱，咁係啦，慢慢學多啲啦，學多啲喺隻馬身上學多啲，係。再一次恭喜晒 Thank you。